林甲同事隔壁同事开讲，我嘛有发现讲，我家己伫思想方面的问题，就是讲我受到这社会主流的影响，希望讲做有成就，那亲像讲，若伫公司食头路，就希望讲，这公司有发展。无就是讲，有一个受到顶司的肯定，就变做讲，若顶司对我有啥物做啥物代志不满意，表现出不满意，无就是讲，顶司讲，甲组长互啥物人做，无想要互我做，有一寡。开会时阵，希望是别人去回答即个问题，就是有重视别人，毋过就甲我当做讲无啥，无啥物才调。若以早我是会足失望的，希望讲我嘛会使，有一寡互人肯定的所在，嘛是会讲上班来讲，即个顶司。安尼经过，顶司远远甲我注意，我有表现诚好无？就变做讲，我无法度讲，甲家己的心肝放诚开，就是讲，知影讲家己要伫啥，其他的物件都毋免讲拢遐要义，就是讲基本有可能爱做到，毋过。无需要讲为着要使人肯定，毋过无得到别人的肯定，就失望是安怎咧？我认为讲，这就是人的一个因缘，就是讲，像以早我交朋友实在是朋友嘛无甲我重视，有可能我讲出来话，人听起来就是足袂捌。我以早性地嘛较无好，就是讲较玻璃心，一寡那亲像讲有旧同事，佫有来往，伊就甲我加入伊个群组内底，我就是讲哪会无甲我尊重？伫群组就是直销第白物件，讲你就讲某物人你的猪骹啥物时阵要到？我想讲，我这旧同事安尼无意思甲我诱入去内底，无照顾我的需求，照顾我的心情。我嘛毋知迄个群组是创啥，可能就凊彩甲人拢扣入去内底。有一摆就是我著做一个广告，迄时阵佫对公司佫做郑重，著甲公司的活动著搭入去内底。当然就是替人讲你袂当安尼。迄个时阵我著足激动的安尼，就是这嘛是我的欠点，就是无需要安尼甲人惊着。即摆我著较成熟。就想要讲，甲即个旧同事搁找转来，毋过安怎找拢找无伊的名。我想想的，有可能伊就是，嘛甲我封锁，解除我即个朋友。实在是迄个时阵嘛，甲人惊着。那即个，而且以早我嘛拢爱问讲，你即摆住倒一间公司，薪水有较好无？公司有前途无？就无真正甲对方关心，那亲像讲，是一个记者，想要探别人的消息，要利用别人，知影讲，有啥物较好的机会，希望讲会当因为即个旧同事去换一个新的头路去探听。当然安尼，大家嘛看现，就想讲你即个朋友就是，足有压力的，无互人做
足爽快的感觉。毋过咧，即摆我著会较有智慧，而且讲出来的话，就是别人感觉讲，会当做参考值。朋友著较甲我重视，这就是因缘到啊，就是我的智慧到遮，而且嘛拄啊好找着讲，找着讲较会当开讲吼，较会当选朋友、选网友、选科仔内底的人吼，就较袂讲像以前安尼拢黑白选，嘛毋是讲我有特别去选过，就是就知影讲有缘就是去珍惜，嘛袂去甲人去看别人的欠点，希望别人爱安怎较，爱安怎对待我，爱讲安怎的话较合格。我就是即摆就较开放。就变做讲，以前拢想要朋友甲我重视，毋过就拢无法度。奇怪，愈想要朋友甲我重视，朋友愈是就对我就是有即个戒心、戒备，就若亲像讲，有可能私底下搁互啥物人知影伊的厝内的代志，伊的秘密，伊今仔困扰的代志，毋过就是袂选择讲甲我讲，像拢有即种问题。毋过即摆就是有讲，有发现讲，朋友就是有甲我重视，安尼我嘛毋是讲挑工去求，毋是有即个目的讲，我著要做甲100分，做甲讲。做甲为即个朋友安尼，为着要互伊对我重视，我着做足侪牺牲。毋过即种牺牲，即种热情，即种家暴，有可能是对方无想要爱的，搁想讲你这个人想要创啥？对你颠倒无信任，就是讲。有时阵就是即个机缘到啊，我的即个坎站，我的天道到啊，我的智慧到啊，自然我就会使知影讲别人伫想啥，别人的需求。我相信讲，即摆嘛有讲，查某的夜婆，伊哪会就是对我着无欣赏？安尼这顶死有可能就是对我就是有意见，有。我想讲，这就是时间到啊，我自然就会知影，自然就会出现讲，我感觉袂歹。以前人拢对我印象是安尼，即摆大家会改变，我若无去求，颠倒这物件就会出现，因为我有去累积我的思想，我的智慧。做这物件毋免去求，毋免去失望。我就是会去有一个期待。这变做讲，像讲即个外星人巴夏讲的你着一件代志，你着专心去做，拼你的热情去做。毋过莫有期待讲爱啥物安怎的结果。我即摆是会当体会伊的意思，像讲我即摆若吹沙台语，我就希望讲，我吹沙10个人，应该爱有5个人，有受着我的影响，变做讲开始讲母语，开始学台语台文。我若有即种期待，当然就是会受伤，会讲。我遐拼命，结果拢是拄着一寡较无良心的人，拄着一寡烂的人。因为我若有一个期待伫遐，就是会有不满意，会有抱怨。毋过我若讲我就是好好去做，我无想讲，若亲像讲，
用母语讲绘本吼，即个 Clubhouse 的活动，我都无想讲我今仔讲到安尼，讲到第几个礼拜啊，应该爱有偌济人来看，偌济人来做伙听。这房间内底人数爱有偌济，我都无即种期待。我就是讲轮到我紧去准备。即摆有准备好势无？若找绘本难免嘛有想讲，我这绘本会足厉害无？毋过嘛无去强求，讲找一个足厉害的绘本。我有找绘本，就是讲我家己听会合。而且就是对我家己有帮助。每一个绘本，我若要去讲的时阵，爱翻做台文，当然拢是对我有帮助。因为翻做台文，就会发现讲这要安怎翻译。加加减减，而且翻译了后，我就爱用我家己的开口，用我家己的话去讲一摆。就变做讲有可能即个腔调即个调、即个音走进去，就会使知影讲，就是一个训练。我就无讲足特别期待，嘛袂讲我就讲绘本讲遐久啊，我应该变做台语诚够。无就是足够讲故事。我就足自然的，就是家己当做一个才笑台语的即个机会，去做一个功课，就若亲像讲一礼拜拢有功课，一个月拢有2届功课来做。我希望讲我做万项代志拢会使亲像我对用台语讲绘本即个活动、即个参与，我的心情共款。毋袂去计较，用心计较，讲爱有安怎的成果。今仔日甲隔壁同事开讲以后，伊有讲伊讲伊的姓，伊就无袂讲用。这人若是讲有前科，这人若有人讲伊的啥物歹话，伊就受到影响。伊就讲伊的精神，就是伊对家己的要求，就是伊会使知影讲每一人的伫想啥需求是啥物。无绝对的歹人、恶人，拢无，就是无共款的需求。有的人有可能伫一个无合适的位置，伊若做业务，毋过伊就定拢无表现嘛，就是安尼，袂需要工程师共款，安尼才着命令较去做代志。伊有可能有即个，我同事有即种评价，毋过伊就较袂讲去看讲，这人这态度恰呀呀，伊就是无好诶人，伊袂安尼想。这嘛互我一个刺激，就是讲。我其实就是需要加强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就是讲，无因为咱即个社会的教育影响，变做讲咱嘛，足简单，咱大脑有可能足着急，无就是较平淡。需要分类，需要有一个人讲。这人是大家上册，做上懒惰。安尼有即种分类以后，你就会使知影讲，这人就是会当去欺负。这人这是大家有家己重视有可能是未来主管，就是对伊较敬重，会家己抱，就是。因为咱这社会实在是每一工拢过甲真紧，迄个要安怎讲？迄就是迄个节奏是实在是真紧。
变做有诶人伊就做需要即种，讲你甲我讲，啥物人是较好诶，啥物人是较无好诶。像即个查甫诶也有可能伊头壳内底拢是安尼分类，就变做伊会因为讲一个印象囥伫遐，伊以后就是用即种印象去做伊诶主导去甲伊主张讲伊对待别人是啥物态度。有可能伊对我一开始诶印象是无好势，无好势以后伊拄着我一开喙，伊就真无耐性。我嘛会感觉讲奇怪，伊哪会伊对我反应遐大？我嘛毋是讲这我嘛无做啥物代志，就变做咱两个人之间是有冲突的。毋过，即个冲突的原因，有可能伊就是用伊的印象去面对一个人。可能几十年拢是共款的印象，拢袂改变。对我来讲，我就是理解有的人有可能别人讲这个人做无好斗阵。那亲像讲一开始我伫接笑即个台语的吹杀即个科仔嘛有人甲我讲，这某咪人啊安怎，我嘛是拢会惊呢，嘛受着影响。毋过若相处以后，就知影伊的需求，就知影讲毋免惊啦。而且若讲我有甲伊斗相共，嘛而且斗相共嘛真正是伊有需要，毋是我家暴白白去硬推销的。伊就对我就会较有耐心，对我就较会理解我这个人这就是每一个人去相处一个因缘。我若甲即个查甫爷夫，有可能伊就受到伊好朋友的影响，就对我的印象就可能头起身就无啥好啊。佮加上讲有一两项代志，伊就去证明讲对，这人就安尼。即马就变做讲，看到我就走哪飞的，就想讲这人无法度去合作。实际上当然毋是安尼啊！我嘛是真好斗阵，嘛是会去甲伊斗相共，毋是伊想的迄种人。毋过像我隔壁的同事，伊就是一个精神，就是讲伊袂用即种大家讲迄个人迄个印象去甲伊影响着，嘛袂讲头起身有发生啥物代志，伊就万年不变，就是讲这人我就拍一个分数以后，这分数这个印象拢袂调整住，伊就无遐固执，就变做讲伊甲大家相处拢较好势，伊就是袂讲有一种印象以后，就甲迄人判死刑。以后这个人就是伫伊的心目中就无救啊！安尼的人变做讲，会无啥物好的机会发现别人的优点。若讲我隔壁的同事，就是因为伊无即种印象，伊无即种用一头起身的印象来做一个人一生价值的分数，无安尼做，变做我甲伊较有机会，当讲开讲足侪代志，嘛会使互相拢学习，想讲其实咱有足侪观念会当，伊会使甲我教，伊的观念伊就是跳脱，这跳脱就是我较欠的。即摆若讲即个查某爷夫，伊就是无够跳脱，伊就若认定一项代志，伊就认定就定啊，
就做学去改变你原来认定的代志。这当然嘛有好处，有好处，毋过当然歹处就是讲，我甲伊就会认为我就是即种人，无啥物好讲的。咱变讲咱的缘分就是较无机会讲有一种新的发展。毋过像一个会叫呆，迄个同事，迄个查甫的同事都无共。伊对每一个人，伊嘛袂讲这个人无值得讲话，无值得安怎，伊拢袂，伊每一个拢交陪，而且是做真心去交陪。就变做我甲伊就有缘分，就会当罔开讲，罔了解，嘛会使我嘛有法度去甲伊帮衬，我嘛做，就是嘛讲嘛做欢喜讲若使甲伊斗相共，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就是若有法度甲人斗相共，我是做愿意安尼斗相共。毋过，若讲较有一个人，伊就无互你即个机会，连看到你就是头起先迄个印象就跳出来，就认为讲你是对伊来讲无价值。这当然就是无机会讲进一步去沟通交流。我即摆要学的嘛是安尼，就是去学讲。若讲即个查某也不对我安尼，我毋免讲去问天问地，去怀疑家己的价值。就是有的人就是即种性，我就会使了解讲，有的人是另外一种个性，伊是较开放的，伊认为讲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专长，拢有优点，无啥物讲。这个人就是歹人连看到伊拢不爱讲话，看到伊拢不爱拍招呼。迄个查某也不是对我有即种排斥的感觉就是看到我就是假作无看到。有可能伊嘛毋是挑工的，就是看到我这个人就是伊伫伊的灵魂内底就是无想要看到我这个人。毋过就是我就了解讲，有的人就是有即种偷起心，也是讲别人甲伊教，甲伊讲的即种印象，去影响伊对一个人的评鉴，对一个人的想法看法，有即种人，我就去理解。毋过，我希望讲，家己莫做安尼的人，就是讲，一切代志，我有家己经过家己的思考。举一个例，就是台语即件代志。我若讲伫路上看到讲，哪会遐济少年爸母是教家己的囝儿是用华语去教囡仔讲华语，毋是教囡仔讲母语。这就是因为这社会对这个母语的印象，就是这无好用啦。这去讲母语要创啥？而且，即摆大家华语拢讲遐熟啦，用华语就真够用啦这是这个社会这个主流互咱的观念足侪人就直接摕去用，无经过思考。对台语就讲，台语有可能就是一寡毋正经一寡较低层的人使用的语言。毋过即种物件当然是即个政府即个长期去互咱有即种印象。这是即个社会互咱即种印象。想想的，若亲像讲。同性恋这件代志，我嘛是这社会就长久有这种印象，讲这同性恋无前途、无好、足特殊的，安怎变做讲
有诶人就真正相信社会足简单，互咱即种甲咱教诶。毋过有诶人伊就袂受着影响，这真正是在人诶。我即摆会当做诶，就是讲，着我会当加思考，就若亲像讲乌克兰甲俄罗斯相战，我若讲，敢若讲，听着一种想法，讲就是这可恶啦，这可怜啦。我的想法就是替即个社会，主要的想法去洗脑去，无经过家己的思考，嘛无即种开放的态度去会当听无共款的想法。这当然嘛真紧，因为讲伊的思想甲即个社会主要的想法拢共款，甲人开讲嘛紧。你若接收一寡资讯嘛足紧的，因为你变做这社会共阮声。毋过像台语即件代志，我着足明显知影讲，甲即个社会毋是共阮声阁有啥物同性恋啊，啥物拢毋是。我着爱变做讲，莫去定定找找家己的共阮声，意思着讲。这社会拢大家拢安尼想，我着对人提倡对拜，提倡对别人安尼拜，嘛无去举头看即个生命是倒一仙，嘛无去想家己到底伫想啥，拢无经过思考。我认为讲咱即马看到的这现象，拢是即个宇宙为着要互咱用思想去想过。重点绝对毋是讲趁足侪钱，也无就是讲像中国即个民族主义，讲这中国足强的、足好的、足强大的一个国家，大家拢安尼去追求即种物件。若大家去追求的物件拢共款，我若发现讲，我即摆追求的，就是即个社会主流大多数的人拢去追求的，我就知影讲，安尼就是我就是对大家行，毋是用我的头脑去思考过。就是较无智慧。阮若讲，即摆大家拢追求讲，即个顶司甲我重视，甲我栽培，有可能甲我提，若有较好的机会，拢会找我。当然就是爱甲顶司扑甲扑塔塔，扑塔塔，甲伊扑甲扑塔塔。这是社会上大家拢共款，拢毋免思考，拢会做诶代志。安尼对我来讲，我着爱注意讲，安尼我诶失望，我诶追求，是真正我家己想要爱诶，抑是讲我着无想要思考，看大家拢安尼，着想讲，安尼就是大家拢有理由，我嘛毋免去思考。对我来讲，有需要无需要，是毋是我家己要爱诶？我着爱警惕，我着爱紧张，讲着我是毋是受着即个社会大众诶看法受着影响伤深。今仔佫有一个有帮助诶所在，就是我着甲隔壁同事讲有一个人嘛是旧同事，就是甲翁离婚，就足气诶，讲即个翁哪会遐计较遐当酸，啥物拢爱计较甲足彻底。这同事就甲我讲，就是伊这段时间甲翁结婚诶这段时间，
无去了解家己，无去了解即个翁是啥物安怎的人，即马就有人讨笑，讨做有做，就是真计较，替别人安尼计较，就伫遐怨叹，我想讲，对，这嘛是咱的一个课题，就是咱需要了解家己，了解别人重点的人，了解了就若亲像讲法官、检察官，袂当讲一开始就是就是有一个印象讲就是即人对，迄个人毋对，咱就是听两边两方的讲法，去想讲因的需求，因为怎样要安怎会安尼做，就若亲像讲俄罗斯为安怎伊要去攻击乌克兰，伊想要爱是啥？就是用这做平静的，这做冷静的心情去想，毋是讲像一寡人可能就做有情绪，讲这著歹人，这哪有需要去了解？伊就是做阿爸的，阿爸较做体底，要甲人欺负。咱思想，我的思想尽量莫安尼。我会当有立场，毋过我嘛会使好好去思考过。就是讲，这情绪的物件会当囥较后壁，莫像过生命较咸的人伊就是讲就是这人可恶啦，这人甲人欺负，就去选一个立场而且做有情绪的用即个情绪去骂人连家己嘛毋知影讲为虾米哪会遐生气？伊的生气有可能毋是经过伊家己的思考，是替即个社会气氛去洗脑去。我就是爱学去跳脱，去跳脱，莫去陷入去内底迄个剧情内底，迄个气氛内底，去甲人玲珑西。若亲像讲，我即摆咧学台语，我著无需要去想讲，即摆囡仔人拢无地讲以后台语著无人讲，安尼我去学著无啥物。安尼我咧学著真可怜啊！毋免安尼想，我想看觅，当初时我去了解同性恋这物件，我是为着讲，这同性恋愈来愈少我去了解这，以后若全台湾著两个同性恋尔，我去了解这，这哪有妥当？阮当初时嘛无用即种角度去了解，想要了解就是好闲，而且嘛想要去思考，互我的思考有无共款的角度，毋是讲即个社会著一种思考，我著对即个社会安尼行，家己嘛毋知影为安怎，看着讲无共款的著看着同性恋著讲哎哟足袂惯势，阁看袂落去，我著避免家己有即种大众受到大众影响，我会使讲家己阁较有智慧，安尼当然有好处，像讲我甲朋友讲话，我著袂用即种社会迄种情绪去骂讲这看起来就是当生一个查甫人当生著安怎，安尼著甲100个人、1000个人拢若亲像一个人的思想，我著找无家己，因为我家己的想法毋是我家己的想法，是受着大家影响。我就是爱为着讲我家己
找着家己，这就是我家己为着这种物件感觉足骄傲的。那亲像讲，即个查甫的夜妇，伊有可能伊就是受着别人的影响，也无就受着一开始头起心的影响。伊对我的看法，毋是真正的无符合讲事实，安尼就是变做伊无找着家己。伊找着的是一种虚的，是一种假的。阮当然袂当要求别人，嘛毋免去期待别人。毋过为伊的身躯顶，我看着我家己，我就会知影讲，阮若讲，公司讲啥物代志，我会反应讲安怎安尼？这有可能是受着即个社会主流，拢毋免去思考的影响，就讲，我就直接有即种想法。这个想法是别人做好一个模仔，甲伊等互我的，我嘛甲伊接起来。毋过伊毋是真正我家己的想法。我尽量去找着家己，而且为着我找着家己，感觉足骄傲的。我希望讲我的压力毋是讲，有偌济人甲我肯定。我伫公司内底，有偌济人讲这人会当栽培，这人足认真，是一个好员工。若讲会逐年要去讲话，甲员工、甲下骹手人讲话的时阵，拢是讲好话。我无需要去追求即种物件。我若讲，大家拢讲我的好话，毋过我也是找无我家己。因眼中看到这认真的员工，有可能嘛是搬戏搬出来的。那亲像迄个处女座迄个同事，伊就是足够搬，伊就会去互人一个印象，讲伊放假拢伫关心公司的代志，半暝仔嘛是为着公司的代志，佫毋甘转去厝，毋甘去困，这物件我相信是嘛是毋是真正的伊，是伊想要互大家看到，就是一个搬戏，一个剧本，一个演出。有可能真有效果啊！就那亲像讲，有一个人伊想要互大家认为讲伊的，伊达着讲，一点钟，1000块的价格，做老师的即种介绍，伊就互大家讲，伊英文足厉害，台语嘛佫较厉害。而且足专业，即摆佫是头家，伊会使即种物件当然有伊的效果，这嘛是别人的追求，嘛是即个社会，有可能伊若照即种风格去做，真正足有效果的。毋过，对我来讲，我就是想要明白家己，找着家己，莫搁去追求一寡即个社会观念，爱我去重视的。我若讲无安全感，嘛有可能就是即个社会足侪人无安全感去甲我影响着。我无真正摸着我家己的内心，嘛无因为讲我足了解我家己，认为足骄傲的。我认为讲，毋管是同性恋，也是母语，因为你母语就变做讲，你使用的毋是这社会期待你去
去讲的，去接触的，去使用的，去追求的语言，毋过对我来讲，就是我会当找着我家己，因为我著无需要去期待讲我即摆做的代志，变讲足侪人拢对我去做，我即摆若伫吹沙台语，我著望讲，上好厝边就是人讲台语的人口愈来愈济，毋免安尼期待，安尼期待就是嘛是伫追求社会，想要做主流，想要做主流，嘛是这安尼的思想去延伸的。阮若讲即摆开始，就是去改变我的思想，改变我以早无安全感的即种惯势，即种来源就是因为所有的人拢是对即个人生有一种怀才不遇，拢有即种想法。我受到即个大多数的人，即种影响，我嘛变做讲，我嘛来无安全感。这就是，这就是即摆我想要去改变的物件。有的人就是讲，足有趣的讲，这个人对我态度安尼，对我有误解，就足无欢喜的。我即摆嘛是安尼啊，就是讲，我嘛无对不起某物人，伊有需要对我即种态度。我若去追求别人对我态度好，甲我学落，这就若亲像讲中国的小粉红仔，粉红仔的网军共款，伊就希望讲，世界的人拢是讲中国足强，中国的好话。若有人讲点出中国有啥物欠点，伊就会玻璃，而且佫会共骄，足无欢喜，心情受到影响。我若今仔就是有发现讲，有的人对我的印象就无介好，对我有一寡误解，就是讲我这人就是安怎的人，我佫生气，我就甲中国的粉红仔共款的心情。我毋免做甲安尼，我就是爱甲别人无共款，做我的骄傲。细汉的时阵，我是安尼感觉，甲别人无共款真好。毋过我佫希望讲，足侪人学了讲，你哪会甲别人无共款？我佫有即种期待，即摆我著甲即种期待甲伊放下。我若毋是大多数主流，哪有可能讲搁爱期待别人的即个学落？当大家拢会学落讲，趁足侪钱，足有知名度，即个美种足侪，足有影响力，少年水，足有天分的，无就是舞的物件是足有前途的。这就是社会主流的想法。我即摆若想要做一个特别的人，甲大多数的人无共款的话，我佫期待讲受到主流的学落，这就是一个矛盾。这种矛盾就会使我无快乐，使我感觉讲足委屈。我希望我思想会当去改变，而且真做一个自在而且快乐的人，就是足自在，知影讲我即摆伫创啥。若有人对我有误解，嘛无要紧啊。对我家己来讲，我无即种无安全感。我即摆知影，就是讲，我希望讲，
即个同事对我印象好，顶死对我印象好，原因就是我有一种无安全感。即种无安全感嘛是即个社会带来的。即个社会就有一寡戏剧，有一寡讲法，就讲你皮爱变较暗，即顶时拢有甲你注意，伊会甲你陷害，无就是讲，到时你会足惨的，因为即顶时有权，你无权，你搁皮搁无变遐暗，就是安尼，会白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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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会受灾殃。即就是即个社会甲咱教的，即种无安全感的来源。阮即摆就知影讲，为安怎我对一寡代志无安全感，就是去明白即款物件。若讲我有即种无安全感，我毋免去怪家己，这无啥物好怪。这就是我伫学习的过程。即个宇宙，即个人生，是要互我看一寡代志，去学一寡代志，互我去思考过的。毋是讲就是要互你做一个第一名的人。做第一名的人，若讲无经过家己的思考，又搁安怎？就若亲像迄个查某的夜夫，看起来拢拼第一，真正做代志拢足认真的，足拼的。毋过，伊自头到尾拢无看着讲，伊甲迄个呆呆迄个同事的差别。迄呆呆同事就是对每一个人拢是开放的心，袂认为讲这个人无值得开讲，无值得去明白，伊袂安尼，就变做讲每一人拢配合即个呆呆人，而且若有机会会当斗相共，拢足欢喜，讲这就是我报答的时阵，毋过，就算即个查某夜夫真正拼第一，毋过有足侪代志伊无去思考过，嘛无去发现。这就是讲，宇宙毋是要互一个人，就是讲拼第一，得到足侪物件，足侪成就，毋是，伊是要互你看到一寡物件。互你家己去思考，互你去体会，就是安尼。